台南市政府由副市长叶哲山代表率领市府团队伫机场热情欢迎的旅客，就是台南到越南岘港包机直航的第一个航班。会中除了副市长，这议员嘛伫上破手礼，互因一入境就感受台南的热情。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跟越捷合作的、跟胡志明市的定期航班就陆续的来开通。那接着也跟仙台市的所谓的包机也来往，大概有8趟，那也带来很多的观光的人潮。那接续今天是跟越捷来合作，那也是用包机的形式从岘港直飞台南。那么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包机的形式让更多的越南的贵宾，还有台南想到越南去旅游的民众们更加的便捷。疫情过后，台南多边国际旅游观光嘛培训新住民作为导游，让越南的游客来台南减少语言的障碍。航空公司表示，这摆台南到越南岘港的包机直航有125位旅客。未来依照市场的反应，除了评估定期航班，嘛将持续推动其他国际航线。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